我哋講咗一國兩制嘅由來，一國兩制嘅法律根據，一國兩制嘅即係點樣體現一國，點樣體現兩制？咁究竟一國同兩制咧係有咩聯繫咧？個聯繫就係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特區政府行使高度自治。另外，憲法第12條講清楚，特區係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我哋唔受其他嘅省市嘅管轄。以前香港係屬於廣東省嘅範圍內嘅，咁但係因為回歸之後咧，我哋係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嘅。喺呢個1999年嘅時候，你1997年開手咧，就好多嗰啲居留權嘅案件啦。咁嗰啲即係喺嗰個過程咧，就係喺1998年嘅時候咧，佢就法官判案終審法院判案嘅時候咧，就講咗就話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佢嘅常務委員會做嘅嘢係錯嘅，或者佢係違反基本法嘅咧，特區嘅法院有權話呢個法律或者呢個行為係無效嘅咁。咁呢個有一個誤點喺處，因為雖然我哋嘅終審法院係特區最高嘅司法權力機構，但係喺全國嚟講啊，你仍然係有一個最高權力機構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兩個制度唔同。我哋嘅政府咧，啲人成日都講係三權分立，即係佢哋係平衡嘅。咁行政、立法、司法咧係互不干擾嘅。但喺國家嚟講咧，最高權力機構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喺佢休會嘅時候，由常務委員會行使權力。喺佢下邊係有一府兩院，府係政府，即是國務院。國務院下邊有28個嘅部門啊，咁樣，仲有佢嘅事業機構咁樣。而呢個兩院咧，就係最高人民法院同埋最高人民檢察院。咁所以法院咧喺全國人大嘅下邊嘅。咁所以法院亦都係由呢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咧係有權去監督，佢有權。但係當然香港就唔係呢個司法機關喺立法機關下面啦，咁所以有呢個唔同。咁所以其實當時呢個終審法院咧嘅誤解咧就話我係有權，我管法律，所以咧如果你唔啱，我話你唔啱。但係一個問題咧就話其實唔係淨止係香港，其他地方都係有所謂國會至上嗰個原則嘅，即係話國會咧係最高嘅權力，咁所以呢個你只可以係遵循上邊嘅國會嘅決定，你係唔可以否定國會嘅決定嘅。咁所以咧係喺1999年嘅時候咧，特區咧就係申請法院咧係作出澄清。咁喺1999年2月26日咧，佢作出個澄清就話：我哋嘅權力係來自基本法。呢個又係按照基本法咧，係人大同埋人大常委會咧係最高嘅權力機構啦。咁所以咧，佢哋做嘅嘢佢哋按照基本法做嘅嘢，或者係按照基本法作出嘅法律解釋咧，我哋係不質疑嘅，並且需要以此為依歸。咁呢個好緊要，即係將呢個一國兩制咧係擺喺一個正確嘅位置嘅。確認咗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對香港嘅地位。一國兩制咧係一個完整嘅概念嘅，我哋唔可以只係講。